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有主嘅愛在心中，不輕易發怒。今日經文係箴言19章11節，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，寬恕人的過失，便係自己嘅榮耀。今日嘅故事，有一個宰相去理髮店去剪頭髮。剃頭師傅怕到兩手都發震，都冇等剪完髮，佢就神色驚訝咁望住宰相個肚就呆咗啦。宰相問佢：你傻傻咁睇乜嘢啊？佢話：人哋話宰相肚子能撐船，我睇呢個肚同我個差唔多啫噃。宰相話：你真係傻啦。佢係指宰相有涵養，唔容易同人計較。冇等宰相講完，理髮師即刻跪喺地上求饒恕：宰相大人饒命啊！宰相大人饒命啊！小人頭先唔小心將你左嘅眉毛剃掉咗啊！宰相即刻就怒髮衝冠，但係佢又立即諗到頭先自己講嘅話，即刻話：唔驚唔驚，你攞支畫筆俾我畫上一條線啦。雖然宰相呢次嘅亮度睇上去都幾勉強嘅，但係畢竟仲係赦免咗理髮師嘅大意。我哋一齊默想，肯饒恕別人過失，首先係對自己嘅突破。唔輕易發怒嘅人，強如勇士。諗下自己係咪唔容易寬恕別人呢？我哋一齊禱告啊！親愛天父上帝，我哋都係軟弱嘅人，彼此之間會發生衝突同埋傷害，而產生埋怨同埋怒氣。求主憐憫，幫助我哋學習有寬大嘅氣度，學習愛人如己，以善相待，愛我哋嘅敵人，饒恕得罪我哋嘅人。因為你話我哋饒恕人嘅過犯，你也必饒恕我哋。主啊，願你在我哋嘅生命中成就你嘅美意，願我哋嘅生命響你裏邊蒙福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箴言19章11節，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，寬恕人嘅過失，便係自己嘅榮耀。